過咗呢個位，我哋會做呢個。OK， 好。咁係啦，跟住我哋會叫佢係紅色，係呢個。各位親友同賓午安，歡迎各位今日歡聚喺主嘅聖殿，一同懷着喜樂嘅心，參與鍾錦昌與梁碧如夫婦結婚20週年感恩聖祭，表示我哋對佢哋兩位嘅祝福同埋支持，分享佢哋嘅喜悅，為佢哋嘅婚姻作見證。今日嘅感恩祭由張榮德神父主禮，方天浩神父共祭。今日嘅聖祭禮儀之中，有部分嘅聖詠會採用大家座位前嘅頌恩歌書，為咗聖間嘅禮儀能夠莊嚴咁氣氛之中進行，請大家暫時將你哋嘅手提電話或者其他響鬧裝置轉向靜音模式。感恩聖祭現在開始，請大家起立。進堂詠頌恩670首670首，完善的愛。
請大家祈禱。天主，我們感謝你恩賜鍾錦祥、羅碧瑤夫婦幸福嘅家庭，他們兩人因你哋造就50年來彼此相親相愛，父子適合你嘅旨意，咁樣只為值得行成。求你擴福他們幸福健康，以言行顯示基督同埋教會相愛嘅永恆嘅盟約。讓你的聖子我哋主耶穌基督靠你嘅聖神，是為天主永生永王。啊！請坐。「
迎接基督嘅福音。請大家起立，齊聲歡呼。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咧我哋懷住感恩同埋喜樂嘅心情，聚集呢度咧慶祝中山、仲太金婚紀念日50年前。當佢哋成講結婚嘅時候咧，我相信咧神父都問過佢哋，你既然選擇婚姻生活，你係咪願意一生互相依愛呢？佢哋答嘅我願意啦，我願意。然後咧神父都問佢哋，你係
咧，佢哋都當對方許諾，我要今鄭重承認，你作我嘅繼子或者丈夫，並許諾，從今以後，無論患健財健、疾病健康，我將永遠愛慕尊重你，終身不渝，如主垂教我的意願。好啦，50年之前，各位弟兄，我哋呢個中心仲大咧，有冇遵守50年之前嘅舉動咧？有冇啊？肯定有啊！如果肯定有嘅話，大家熱烈掌聲！教
話邀請耶穌參加。仲有咧，呢個新郎咧對耶穌好尊敬嘅喎，好尊重嘅喎。耶穌可以吩咐佢可以個屋企工人咧做，而工人咧亦都樂意服從耶穌。係呢個好重要嘅，大家留意啊！佢呢個新郎咧邀請到係耶穌，唔單止邀請到，作為佢屋企嘅主人啊！因為呢一點係好重要嘅，因為咧係耶穌好尊重㗎嘛，對耶穌好尊重嘅呢個新郎好尊重嘅，做咗佢主人嘅咧，咁樣先至咧個耶穌可以吩咐佢嘅工人做咩都可以咁做嘛嚇。我哋咧要好似呢個新郎咁樣邀請耶穌我哋屋企做我哋家庭嘅主人。我哋知係咧耶穌，如果咁樣嘅話咧，如果耶穌係我哋屋企嘅主人嘅時候咧，我哋知係做耶穌嘅喜歡嘅事。耶穌唔喜歡嘅事咧，我哋會就一定唔做嘅。當我哋知道應該點樣做嘅時候咧，我相信咧，佢哋就祈禱㗎啦，求耶穌指導啦。如果真係咧，如果耶穌做佢哋家庭嘅主人嘅話，佢哋就家庭咧會出個平安同埋喜樂。咁我哋可以平安同埋喜樂咧，因為我哋係我哋屋企裏面咧做咗係耶穌嘅主人，係呢個講係點嚟講嘅？第三個信息咧咩啊？家家有困難，係知咩啊？嚴的權啊！即係話咧，每個家庭都一定會遇到困難嘅。你唔好以為啊，我哋好重要啊，跟住又呢個咧，我邀請咗係耶穌做我嘅主人，係咪樣樣都順利咧？冇喎，佢哋嘅家庭都有好多呢個困難嘅喎。咁樣裏面咧，第二個呢個呢對夫婦咧，佢哋所遇到嘅困難咧，就係咧唔夠就俾客人入嘅喎。所以佢哋嘅生活裏面咧，雖然都困難，我相信肯定啦，佢哋有時候可能有經濟上面嘅問題啦，有時候可能咧係健康嘅問題啦，有時候可能咧係夫婦佢哋嘅意見唔同啦，認罪唔同啦，有時咧係仔女唔聽問題啦。總之咧，我哋家庭裏面咧一定會遇到困難嘅。係嗰個我哋會遇到困難，受幾佢都有好多困難嘅。但係咧，第四個信息裏面，第一個遇到困難嘅時候咧，我哋要求咩啊？聖望傳教。大家我哋呢段福音咧，當新郎神郎咧唔夠就俾客嘅飲受飲嘅時候咧，聖望話即刻為佢耶穌話：你哋好走啦！係呢個我係呢個啲困難嘅時候咧，有啲問題啦，其實嘅實質病啦，大嘅時候咧，你打電話俾我，我實都幾好啦。問我哋，都佢哋都嚟佢成個國啦，都有個聖望媽嘅幾個，我呢個都係我見呢個。所以我哋肯定咧係由於聖望主教代我嘅耶穌，跟住咧行咗一個奇蹟，將呢個水變成咗酒，解決咗新郎新郎嘅問題。所以當我哋家庭嘅困難嘅時候咧，我哋冇懷疑，我知道我哋困難嘅時候困難嘅時候，開心嘅時候咧，我知道我哋都係準備過嘅。我打電話俾我，都係我話俾我知，佢哋冇懷疑天主，亦都冇互相埋怨嘅，亦都唔擔心嘅，亦都唔驚嘅。點解？佢哋可以做到咩啊？佢可以做到係非常祈禱，就都係我哋祈禱。我幾次有幾有嚟過，我有同佢有或者有幾有祈禱嘅。佢哋係真係呢個方式咧，我體會到佢哋真係有困難嘅時候，佢都同聖母媽媽耶穌祈禱嘅。係，所以咧佢唔係話今日我哋又喺會員中50周年嘅話，係經歷過好多困難、好多辛苦，但係佢
我要請你降息。所以佢哋有困難嘅時候咧，一定耶穌講佢哋最好啦。最好嘅佢都係好多方式去祈禱，同埋更加更多係跟住嘅福氣佢哋祈禱。所以咧唔單止係耶穌，唔單止係困難嘅時候祈禱佢都啦，但係耶穌呢個哋做咩啊？係記住心之所愛，佢哋都係咁樣做嘅。第六個信息係咩咧？天主能夠咧呢個壞事變咗好事嘅。心諗咧唔久就俾太陽入嘅時候咧，一件好嘅事啦。不過耶穌後來咧，令呢個破壞好嘅事咧產生咗好好嘅後果。第一個咩咧？就將水變成咗酒，幫新郎咧避免尷尬化解危機。第二個耶穌所變成個酒，原來咧就更加好味嘅客人咧飲得更加好食嘅。第三咧，耶穌行呢個將水變咗呢個奇蹟之後咧，聖經俾咗咩啊？耶穌顯示自己嘅光明，俾個門徒咧就相信佢嘅。原來呢個奇蹟唔單止係顯示出耶穌光明，亦都增加門徒嘅信德。所以當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如果我哋50年裏面遇到困難嘅時候，唔需要佢哋憂愁嘅，唔需要佢哋擔心嘅。相反，佢哋信賴天主，因為天主就能夠咧將呢個壞事變成咗好事嘅。所以佢哋我體會到呢個信息咧係經歷過佢哋嘅身上。所以咧，今日我哋好開心係咁做嘅，我哋即係感謝同埋感恩，同埋為佢哋祈禱，希望天主繼續祝福佢哋，俾佢哋健康嘅身體，同埋更加有足夠嘅幫助嘅足夠嘅力量，繼續落協助佢嘅海內呢個同天主嗰份嘅呢個婚姻嘅關係，繼續係在個好嘅基督徒嘅耶穌基督做見證。我哋而家聖啱嘅我哋嘅祈禱。願光明嘅父及子及聖神。而家請中三中體行到祭台前。各位在場嘅兄弟姊妹，今日我哋當中有鍾錦昌同埋朗碧瑤對夫婦慶祝50週年結婚典禮紀念。佢哋嚟到主嘅台前，願意係大家見證下，為佢哋家庭多年來嘅所蒙受嘅祝福感謝。咁我哋喺教會嘅共用團結中，繼續支持佢哋，並且再一次透過禮儀，肯夠天主特別咧降福佢哋，並重申婚姻同埋家庭嘅價值。中山仲大兩位慶祝婚姻紀念嘅夫婦，你哋是否願意為天主所賞賜嘅配偶而感謝，並為你我共同度過婚姻嘅生活而讚美天主嗎？我願意。你哋是否願意繼續效法基督嘅愛，基督愛教會嘅愛，以愛情同埋犧牲，忠貞不渝地永遠愛護你們的配偶嗎？我願意。你們是否願意為天主賞賜給你們嘅家庭而心存感恩，並以身作則，幫助你們子女子孫愛主愛人嗎？天主嘅賞賜你們美滿嘅婚姻生活，使你們夫婦彼此扶持，喺信德同埋愛德中成長。現在咧，我邀請你哋一齊為天主嘅仁慈而謝恩。
賜給我作為太太。50年以嚟，佢喺我嘅生命中代表住你嘅降福和愛情。我們共同經歷了50年的家庭生活，包括着順境和挑戰，快樂與不如意，但都在呢照顧和保護中安然度過。記住，求你因聖恩轉合，因此我們繼續不已的愛共同生活。願我們的家庭關係反映出約瑟、瑪利亞和耶穌之間的團結，家中各人善盡責任，把一切默存心中，敏於靈力，樂於犧牲。天父，你的聖子的愛永存於我們的家庭之中，使我們同心同德，繼續建設你委託給我們的家庭，直到永遠。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阿們。請大家起立，以在信友禱文喺頌恩歌書105首105。親愛的兄弟姊妹，讓我哋咧一齊感謝天主，因為他對自己嘅子民廣施慈恩。現在我哋為夫婦家庭、教會、社會同埋世界各地嘅需要，向天主祈求。請大家為鐘錦昌、梁碧如夫婦祈禱，求主降福佢哋，賜俾佢哋幸福、平安、忠貞、忍耐，攜手維持一個充滿着基督精神嘅家庭，為主嘅愛作見證。為此，我哋同聲祈禱。Amen.
主降福父母子女克盡己職，共同努力建立溫暖幸福嘅家庭。為此，我哋同聲祈禱。請為香港社會祈禱，求主降福我哋能夠安居樂業，並使我哋能夠為社會嘅進步繁榮作出貢獻。為此，我哋同聲祈禱。請為所有親友祈禱，求主護佑大家，因此各人喜樂平安，喺生活中互相鼓勵，彼此服務。為此，我哋同聲祈禱。最後，都讓我哋一齊共同為大埔宏福苑嘅災民去祈禱默哀。求主能夠收納亡者嘅靈魂，傷者能夠早日得到醫治，受困嘅家庭得到援助。為此，我哋同聲祈禱。全能榮生嘅天主，你願曉得我哋需要什麼，求你以豐盈的恩寵護佑我們，賞賜所有嘅家庭平安喜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覆佑我哋祈禱。請坐。現在開始聖體禮儀，奉獻詠頌恩歌書487首，愛之歌。
你，處處歌頌你，實在有罪於我獲得救恩，已創造了男女，使他們在婚姻生活中相愛合一，延續人類。而你聖子深愛世人，甘願在十字架上為人類獻出自己，同我們締結了新與永久嘅盟約。今日呢個盟約就係新婚夫婦真誠相愛同甘共互度，終身的婚姻盟誓中表達出嚟。為此，我們婚姻軟弱，帶領所有嘅天使同埋聖人、聖女讚美你，歌頌高唱。上主係在是神聖的，你是對神的根源，一做內拜聖神，聖化這些禮物，先成為我的主耶穌基督，聖體聖血。他並且伸手難事，拿起麵餅，感謝了你，把麵餅分開，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嚟吃，這就是我的身體，將你們而犧牲。晚餐後，他同樣拿起杯來，又感謝了你，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嚟喝，這杯就是我的血，新永恆的盟約之血，將為你們和眾人獻流，赦免罪惡。你們要這樣做，為紀念我。上主，求你垂憐無神的教會，是你的子民和我們的教中人實誠實，我們的主教周守仁書記，所有主教以及全體聖職人都在蒙德中人相遇時，求你垂憐今日在你台前的結前做緊張良必如。願他們在你恩造的在人下，彼此相愛，永結同心。求你也垂憐為神復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弟兄姊妹，並求你垂憐所有為神的人，使他們永見你無法的事。求你垂憐我們眾人，使我們得了天主之國同之名福雅的人，使我的姊妹是人生，諸聖福國。一家天高有
你所喜愛的善人善物，共提我永生，便使我與你的聖子耶穌基督親密顯現。我哋弟兄，我哋即刻領受個聖大事，我哋帶上我哋嘅心中嘅耶穌基督，喺我哋耶穌基督嘅心裏嘅時候咧，希望我哋嘅家庭裏咧，作為呢個主耶穌基督嘅主人，喺困難嘅時候，我哋祈禱。我相信係可能係我哋開心嘅都好，我哋做到耶穌嘅主人嘅時候，去幫我哋，俾我哋主求嘅求主我哋作聖嘅大家記住。我哋都要咧，我哋學嘅時候都要咧聽係耶穌所講嘅説話，我哋講説話。咁啊，有時候咧，有我嘅好事都係變咗係壞事，都變咗好事。我哋真係心依賴，我哋真係我哋遇到耶穌嘅時候，我哋都希望我哋求呢份嘅信望我哋。耶穌所講嘅經文，我哋真係讚賞。
這我天主的羔羊，這我隨面出去這來本的人是有福的。領主榮，頌恩歌書457首457首預住以後。Thank
請大家祈禱，上主我嘅分享同一嘅生命之流，急教救恩之杯，求你使所有嘅家庭都能夠精誠團結，並求你降福。宗教場羅碧如夫婦幸福安康，為你慈愛嘅見證動向永遠的幸福。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福佑我啲祈禱。在請中山中太行到主禮前。好啦，我都要咧，邀請各位站實喺度咧，我哋祝福翻佢。請坐。請起立。全能永生天父，你派遣聖子來到人間，居住在約瑟瑪利亞嘅家園，藉此聖化了人類嘅家庭生活，使人藉着實踐愛德同埋犧牲嘅精神而參與救恩嘅奧蹟。天父話：你嘅傳給了助你台前嘅這對夫婦，求你基督以聖子嘅愛作為他們生活嘅依靠同埋力量。願他們嘅信德合人心，望得一切，愛得神絕不渝，能夠面對共同嘅生活嘅各種嘅順境逆境。願他們嘅家庭都成為真正嘅小教會，把信仰嘅光照同埋基督嘅平安帶給身邊嘅人。願我們嘅社會因住眾多基督化家庭嘅努力同埋虔誠，常得更新同埋聖化嘅地方。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福佑我哋祈禱。正坐。而家邀請中山中大講嘅傳講。喺呢度咧，我要感謝天主聖主耶穌喺我哋70多歲嘅人生，要實行嘅婚姻生活，俾我哋眷顧扶守。要多謝聖神德堂借出地方，俾我感恩讚頌我嘅信仰，依賴天主。我要多謝張神父為我主禮，包神父相禮。我要多謝嚟參與嘅朋友，主內嘅弟兄姊妹，來自不同堂區嘅聖靈，多謝你。我更要多謝緊 Sir 為我哋花人指揮。我要多謝黃志偉 M 為我司琴，你有我大約40幾年前咧，我參與教會個花人嘅訓練班，其中一位戴眼鏡嘅青年，佢專心投入嘅程度咧，令我印象好深刻。只知道咧佢要做王志偉，
三祈禱嘅 Grace 移民咗去英國，將呢個禮儀咧交咗俾阿洪太。洪太同我講，佢話一位司琴嘅幫手係我好痛，我簡直喜出望外，因為年紀大咗，感覺上眼手亦腳咧做起上嚟咧，好似有啲唔記。我同洪太講，好啊，佢彈我唱。第一次見到佢，只知道佢叫做 Aaron， 唔知道佢叫黃志偉。後來知道佢嘅中文名之後，睇下，又好似當年嘅四眼色。今日佢嘅成就，大家有目共睹，有意共聽。而喺早幾次嘅33呢場係認識嘅，好多謝各位今日前來令我嘅家人心聲不息，多謝各位。呢個月前同張神父商討今次禮儀上嘅安排，張神父建議我做一啲呢部關於信望案，到時你參加呢個禮儀上嘅親友。佢話：我呢個3個仔女就好似天主俾我呢個家庭信望愛，得咗個新抱測查設計，做咗我而家手中呢一個要喺雪櫃上嘅條件，咁耍下咧，大家咧都可以講到嘅。而福音佢見我用加納婚宴。佢話：我哋嘅生活上一定有啲缺失。耶穌喺適當嘅時候就會俾我哋幫助。到最後，我相信大家近日嘅心情都唔幾好，有啲諗。每當睇到災情嘅情況，確實係有啲酸，眼頭喺度流動。係諗過將今次嘅金粉延期，但係諗到聖堂係有結果。而禮儀上已經有咗妥善嘅安排，都決定今日要嚟舉行。喺呢件咁唔開心嘅事情上，我相信大家都有心知嘅。希望天主安慰失意悲痛嘅人，帶領佢哋早日走出呢個悲痛嘅幽谷。只有我。好出聲喎！你講翻佢嘅説話，透過嘅字啊，有冇仔女想分享啊？啊？細佬咧？細佬？我啊，真係好有真係好好啦，請大家嚟啊！我哋繼續我哋今日嘅生同聖母媽媽一齊首歌《收你哋專人》。
禱告。以為聖天主是耶穌基督，上水護理我的家庭，不但在順境或逆境中都左右你我。願聖神時時以他的愛充滿你我的心。禮成榮花園佳期。
不斷喺度。一個輕佻嘅少年，當佢遇上下一張，哇！嗱，原來我係第一次見我媽嘅啲舊相嗰度啊。咁啊，我唔知幾多歲啦，我估20歲都冇，應該20歲年輕過20歲，我相信。係啦，原來會同埋呢個圍繞嘅動作嘅喺個山坡山邊，你企喺個岩石上面，好瀟灑嘅嘢嘅上。當一個人輕輕遇上一個咁正直嘅小嘢啦，咁當然入一拍即合啦。50年前我其實我真係唔到啦，啱啱你剛剛上嚟睇啦，亞洲股盤一啲當時係咁啊，有冇勾翻人啲回應？唔記得啦，係好正常嘅啊。咁再演算到下一個咧，相信大家都唔使用啦，又生咗我哋3個點心茶。呢3個點心茶咧，我估計咧，我阿媽都知你唔信，所以我老豆咧連到佢入價。我哋下一張，呢一個地方喺邊度？彩雲村聖光就係三圍學嘅小食。我都有少少記，但係呢個應該係89年，我相信，因為89年後啲接近啦啊。咁係啊，好辛苦啦，坐我哋，咁所以要尋晚啲自己講埋，認識下呢個信仰，點樣極與信，望愛三德去繼續維持呢個咁艱上邊我哋預備咗咁多啲嘢，因為剩翻嗰啲咧，要留翻今晚晚嗰度咧，再出嚟嘅咧，再分享。睇到呢條相就話50年前嘅婚禮未必有你嘅參與，30幾40年前嘅呢個叫做婚姻盛事嘅話，都未必有做到嘅參與。我都好明白，我哋今日呢個婚禮其實可以得到大家嘅支持嘅主要係。好，咁跟住落嚟咧就係有一段時間大家拍攝時間啊咩請咧聽到啊請買名啊，即係你知道你呢個團體或者單位嘅咧，你呢條街咧嚟到計台前咧同我哋一齊影相好嘛？咁啊首先就係南江街，我哋而家結婚南江街嘅